啊，既然安尼，我想要过来请教马拉布上，就是讲，在日语内面啊，讲是什么事是用台语除了练武以外？啊，其实我这点我嘛是感觉足趣味的，大家拢常常讨论台语内底日语的词，不过其实日语内底嘛是足些台语来的词。比如讲大多讲的这个莲雾，过来有这个米粉，对台湾人足介意食的这个米粉，日语叫做米粉，嘛是差不多同款的音。过来就是因为我感觉台湾的这个自然的这个生态较丰富，所以足些动物的名是为台语来的。啊，比如讲这个有一种鸟蛙叫做贝塔科嘎，贝塔科，对对，贝塔科嘎，日语叫做贝塔狗。哦，对，差不多是同款的音，而且差不多是100年前，迄个时阵有足流行的这个一条歌，一条囡仔歌叫做贝塔狗，嘛是为这个台湾的这个贝塔科嘎来的。对，另外这个乌秋嘛是同款，乌秋的这个日语的名是乌秋，是差不多同款。另外一种的咧就是东北山牛，东北山牛，对，东北山牛的这个日语叫做ヤマムスメ，所以呢发音是完全不同款，不过这个ヤマムスメ这个汉字是山牛，嘛是为台语来的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其实我安尼想要过来说说请教一个问题吼，就是讲你进前做这外交的工作嘛，就是讲你对应的遐个国家其中应该有一个是台湾嘛吼。啊，通常啊，真侪外国人，比如讲以外交人员吼，对应迄个国家，拢会去学伊迄个国家主要的语言，吼，比如讲，其实进前啦，就是讲咱这国家语言发展还未甲所有的母语拢列做是国家语言进前，其实台湾上界主要迄个语言应该是华语，吼。啊，为什么你应该是本地先学华语，啊，老板你为什么想要学台语啊？对，我做工课时阵，迄个时阵主要的语言是华语，无毋对。来台湾的时阵，其实大家拢用这个华语来做工课。不过，迄个时阵，因为是这个外交的这个工课，有当时嘛是会使甲这个台湾的这种民族运动家的这个先辈们去边。其实迄种的时阵啊，这个我有当时啊，调工用这个华语，调工用这个台语的时阵，伊的反应是完全不同款。迄个时阵，我嘛是慢慢开始了解到台语这个语言，唔单是一个语言尔，伊嘛是种这个认同的这个意思，对认同的意思伫内底，所以作为这个外交官，一定爱有这个台语，迄个时阵有这种的这个感受。对。啊，既然就是你来学这台语啊，你有这个认同感吼，想要请教金泉老师，就是讲你教的学生，因为我知影讲你教台语应该有是20多年啦吼，也等于讲是教台语的经验非常丰富。不过伫咧教台湾人讲台语，教外国人讲台语，这有啥物款无共款呢？是不是讲连咱台湾人伫咧学台语的时阵，那亲像外国人咧学台语共款呢？对，你讲到足大的重点。其实，伫咱台湾，咱台语伫咱台湾人内底，其实伫足长的时间，就是像外国人，所以我咧教嘛是像咧在教外国人，拢差不多拢共款，就是拢对上基础来教，啊，甚至迄个啥，咱台湾人。学嘛无拄会学搁较好哦。虽然咱有较好的环境，但是咱的认同也无够。即外国人为什么因会想要学？因有要学，就是因为因感觉迄个需要，因感觉对这个物件有尊重，因主动要学习。所以咱即摆伫咱的街路，咱会看到足侪外国人讲真好、真标准的台湾话。咁咱的台湾人要搁爱拍拼。啊，那外国人就是讲你解说解袂，我都解说讲袂通时，阿要安那？所以基本上来台湾的外国人，伊基本上小可会晓讲华语啦。啊，我的教学经验是拢总，不管伊要讲华语，不要讲，我拢一概拢用台语讲。就是不要听，但是我甲因讲，你不要听，我会搁讲一摆，我会搁讲一摆。你会当看我的迄个，我的身躯的迄个表情的迄个表情，你会当慢慢来去了解。对，因为老师其实你讲到专台语这部分，就是讲学习的过程，如果讲迄个语言的环境有建立起来，其实伊学习是上紧的。是，所以咱建立迄个语言的环境，不管是教外国人，教出来拢是要用台语教，用台语去解说。我看过一个 YouTuber 吼，伊就是讲。3个日本人伊来代表讲因台湾吼学的迄个中文华语啦吼，讲有偌进步，伊就是去买迄个珍珠年代的，比如讲哦，我知影讲哦，我要大杯细杯吼，另外一个比佫较厉害，就知影讲哦，我知影半糖少冰。
第三，伊个知影讲，唔若要半糖少冰，伊要个混珠，吼，所以讲，其实是语言一种练习的过程。我想要请教马拉布上就是讲，你踮咧台湾是甲上练这个代志，这之间有啥物发生较笑亏的代志无？其实就是我感觉这个台语这个语言啊，有当时这个真歹学啊，就坦白讲，特别是对日本人来讲啊，因为这个发音是足歹了解，足歹这个掌握啊，有这种的这个感觉，所以一开始我拄开始学台语的时阵，我嘛常常有这个互咱笑、互咱误会这种的这个情形，比如讲我拄开始的时阵常常讲。随便讲，这个我是日本人，不过我讲出来的这个话是我是日本人，这意思完全不敢讲，我是日本人，对不？对。另外就是讲，我因为是足介意去旅行、旅游，嘛是常常台湾的这个足些所在看到这种的看板，特别是被这个 online 的这个所在的 truck 的那边，就是有这个看板，讲着写着这个自杀甲他杀，对。一开始我看到的时阵足惊。是到底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自杀甲他杀到底发生什么款的这个事件等等？不过后来慢慢的发现讲，迄嘛是为台语来的，就是讲台语的台往来，这个概念慢慢的变做这个华语的这个自杀甲他杀这种的这个写法。这嘛是我感觉学台语了后，慢慢的开始了解到的这个代志。